著名武術指導一代宗師劉家良喺2013年因血癌逝世，佢嘅靈位設喺沙田寶福山。據我哋嘅獨家消息，一個懷疑嚟自境外嘅盜竊骨灰集團早前嚟香港連環作案，喺寶福山盜走部分名人富豪以及劉師傅嘅骨灰。據現場所見，劉師傅嘅石碑表面完好無缺，未見有被撬嘅痕跡。至於山頂就設置咗新嘅鐵絲網，據悉早前已經俾人剪斷。有消息就透露呢個盜竊骨灰集團嚟自內地或者柬埔寨等等東南亞國家，佢哋偷走骨灰之後就勒索先人家屬，要求佢哋交出數千萬巨款贖回骨灰，否則就會灰飛煙滅。有佛門女俠之稱嘅翁靜晶星期一喺 YouTube 節目入面透露，劉師傅嘅骨灰喺今年5月至8月期間被偷，佢亦都展示咗骨灰被盜之後嘅相，靈位已經空空如也。連佢當初留低咗一張寫明冇值錢物品請不用盜走嘅字條，如今亦都不翼而飛。翁靜晶就懷疑事件同佢接連揭露佛教界黑幕，因而得罪利益集團有關。佢又強調已經向警方表明唔會向盜匪支付贖金，相信揾翻骨灰嘅機會渺茫。